感谢主，我们这群可爱的小朋友，他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做礼拜。也许他们没办法听牧师所有的内容了哈，或他们愿意坐在这里一起学习，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哈。我记得在美国在研习的时候，有参加很多台湾人的教会。他们那边呢，他们因为一来是人没有像我们那么多，所以他们会在小朋友在第一段的时候就跟成人一起做礼拜，然后牧师呢要先讲一段有趣的故事给小朋友听，好像跟大人一起做礼拜，习惯在礼拜堂，然后在正式敬拜的时候，老师在带领他们到主日学教室开始上课哈。那是他们想要让小孩子习惯在主日敬拜，怎么样安静在主面前，怎么样稍微抑制一下那种活泼热闹的心，能够跟大人一样安静，那是一个操练，一个学习。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教会，他们可能有父母亲带小孩就一起做礼拜，可能他们没有特别的主日学，或者主日学时间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从主日学到门徒教育，这是牧师今天特别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跟分享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直接跳过来这里哈，就直接来讲这一段。教会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教会的教育？首先呢，我们要感谢这一群可爱的小朋友还有老师哈，他们呢跟我们一起来付出很多的心血哈，付出很多的心血来帮助我们，来照顾、来教导这群可爱的小朋友。我们有一群装备很完整、委身服侍的师资，我们还有配合2堂礼拜，有第1堂台语礼拜的时候，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的老师就要在9点就开始带领这群小朋友来上主日学，教他们唱诗歌、讲故事、玩游戏，从小就认识圣经。那在第2堂礼拜，我们这个时候又有第2堂礼拜的父母，他带领小朋友来，所以我们的老师他们是服侍2场的，他1堂要做礼拜，1堂要服侍，比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想平均在教会的时间、服侍时间更长。那这是我们觉得从心里面感到很大的一个感动哈。那尤其呢，我们教会为了让主日学的环境能够更美好，更能够吸引小朋友在那个好的教室里面学习，我们在上个月还特别又来整修请我们的专业的设计师帮我们设计美好的一个教室，让那个光线，让那个教室的色彩，让小孩子愿意很喜欢安静在那里面哈。那我拍到几张在整修时的照片哈，这是我们刚刚在开始整修的时候那个颜色就看起来很赏心悦目哈。我这个时候还在动工当中了哈。那整个教室变成那个氛围跟灯光都改造了。那这一张是模拟的完成图了哈。牧师没有拍到现在已经完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种颜色，就让人家心情上很能安静下来。绿色的，虽然是在地下室，就感觉一面的青绿哈。我们感谢这些同工大家的努力。那我们要去学习的是，从刚刚读了小朋友带我们读了2段经文哈，这2段经文到底让我们知道说，到底基督教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内涵。第一个，从申命记我们看到早期的上帝的诫命，是要透过申命记来教导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学习爱上帝。那你听这句话，好像很古典，也感觉好像很八股，对不对？不过以色列人他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就是说把爱上帝成为他们一生要学的功课，但是爱上帝是实际在生活当中一步一步巨细靡遗，从早到晚，从家到
户外，从年幼到年长，他们就一直透过有形的、无形的生活上、环境上，他们所接触的人事物，都在把那一些所看见、所学的，把它核心追溯到跟上帝有关。所以，学习爱上帝不只是一个标语或是一个传统的文字，而是实际上他们的生命当中一起成长的。所以呢，我们的生命记有给我们做这样的教导：教会的教育就是学习爱上帝，其他的很重要，但是优先就是爱上帝。所以呢，第6章5节生命记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新翻译的圣经，刚刚小朋友读的是全心、全情、全力爱上主你们的上帝。真的，它不是抽象的，而是他们透过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上帝所创造的环境，上帝所创造的人，怎么样面对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所遇到的灾难，怎么面对很多的困难挫折，这些都把它追到从上帝的创造的本性，然后让以色列人他们从小就开始学习。所以，它不是一句口号，是在生活当中完成的。所以，他们用教育是用守诫命来完成他们一个最重要的生命教育，在信仰里面。所以，摩西在这边颁布命令，他说：“今天我向你们颁布的诫命，你们要放在心里面。爱上帝，当然你知道《生命记》好多的律法，对不对？一条一条读不完呐。但是最终的终结就是守这些律法，不是一种仪节，不是一种规律，而是达到爱上帝的境界。那要爱上帝，不是口号，不是知识，不是课本，而是在生活中来教导。所以这段经文非常的巨细靡，很清楚。他说：“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或外出、休息或工作，都要不断的温习这诫命。”哇！我们这群小朋友呢，他们刚刚读了这段经文，他们要理解说，你要爱上帝，你要知道神的诫命，不是来主日学礼拜天第一堂或第二堂来个一个2个小时说我爱上帝了，然后出了礼拜堂都什么都忘掉了。以色列人他们的诫命就是随时在生活中实践的，随时在他们生活当中不断的温习。他说家里外出休息工作，因为他要把全新的心智都跟上帝有关。换句话说，我讲了这句话，我到底讲这句话是出于我自己的私欲，我自己个人的脾气，还是说我是因为爱上帝，所以我对人讲这句话是有造就的？那这些事情都一直在生活当中一直操练，一直操练，一直操练。所以呢，还有一种更直接的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学习啦，要用各种方法来学习。怎么样呢？第6章8节更具体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要把这个诫命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家里的门框和大门上。”我们以为说这个是不是老祖宗他们当时呢一时觉得要用认真的来学习上帝的教导，所以呢就把它写在书上，那以后的人就听一听算了。没有，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特别是守传统犹太教的教徒，他们就照这样子做，圣经怎么写我就怎么做，而且是在他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了经文的大诫命的内容：尽心、尽性、尽力、尽力。有时候有3个，有变成3个、4个字了那这些都是在教导的里面。你看这一个犹太人的
这一个拉比，犹太人的长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刚刚经文写的，要把它系在你的手上。你看他的手上不是绑了好多，捆了一个黑黑的，一条一条的。小朋友看到吗？刚刚你们读的就这样子写哦，他就这样写，排一行一行，把那个手包起来，而且那个额头那个什么，额头那个不是安全帽哦，额头上是圣经啊，圣经的象征。那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这样执行就对了。来，这个是小朋友哈，我们在这有小朋友，你们看，小朋友他头上也是戴了一个小小的圣经盒子，对不对？他的手上有没有一条一条的？那个不是装饰品哦，是他们要照圣经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要把它绑在手上，绑在手上，因为他们就是要这样子，天天记住说，我要学习爱上帝，我要把这些诫命守在身上。当然，那个是一个象征品，等于是你戴的一个首饰。为什么你戴一个十字架的首饰？为什么戴一个爱的首饰？那个首饰不是好看，而是因为你要把那个象征放在你的心里面。还有，他这个图画介绍你怎么样绑，额头怎么绑，手怎么绑，捆几卷，手捆了几圈都有规定的哈，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就他们犹太的戒律就这样的严谨，就这样的遵守。这个是一个老的拉比在教导年轻人怎么样来学习圣经律法他们原文叫 Torah， 把这些圣经的教导都完全的在生活当中实现。连当兵的人，他们也要这样子带着他们的一个圣经盒，还有手上绑了这些丝带，表示说他们时时要记住神的恩典。那即使在枪炮的前面，他们还是认真的读圣经，是为了要纪念神的恩典。他还讲说，你们要把它放在你们的门把它钉在你们门框和大门上然后呢，他们也是一样。你如果到犹太人的家庭，他们在他们的大门现在的大门的门框，他们会钉上这个东西，一个小小的一个陀拉的一个装饰，现在是用铜的啦那这个象征说，我看到了，表示我要遵从神的教导他们几乎每一个门都有这种装饰，而且设计得很漂亮不同的形式他来教导他们怎么样纪念。那感谢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教导，你们说哎呦有点食古不化，对不对？他们现在什么时代啦？你知道现在犹太人他们的诺贝尔奖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人口虽然是全世界比例很少很少看不见，但是他们的诺贝尔奖的比例人数是最高的。在美国，在那种财经的社会，能够影响整个美国财经政策的也是犹太人。美国的大学教授反正你一看到了好秋那一些，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不是他们天资比人家聪明，经过科学家的统计，他们的 IQ 也没有比一般其他的民族更高，只因为他们从小被神的律法所教导，他们知道怎么样思辨，他们怎么样去找问题，他们怎么样解决问题，他们怎么样克服先天不足的环境。因为神的教导是在他们的生活上执行，他每一天的生活，在家里、外出、工作、休息、睡觉，额头、手上、门框，他们不是装好用好看的，而是真的他们生活当中实行。我们都知道，在那个王国时代，就是大卫的王国结束了，以色列百姓就被抓到国外当亡国奴，到亚述，到巴比伦。从那个时候，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国家。但是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到今天还仍然在影响这个世界。财经、政治、国际，几乎没有他们的
啊，不能说完全掩盖他们的努力跟他们的贡献，是因为他们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按照圣经这样教导他们的孩子。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有2个方向，一个是信仰，完全从小就在家里面教导，不是他们送来教会才让老师教，而是自己在生活上就这样子教。因为每一个父母亲，他们就是当然的主日学老师、圣经的老师。那第2个，他们在教导孩童的时候，是先让他们学习怎么样适应这个社会。不是我把它包围在我的保温箱里面，包围在我们的温室里面，让他这样生存，而是说让他马上去面对这个社会。他们因为有时候住在东欧，有的是住在那些共产国家，有的是在西伯利亚，他们是漂流到各地，但是他们是先训练他们能够适应这个世界，而且呢，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他都能教导小孩子怎么样存钱，怎么样记账，怎么样赚钱。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犹太人很会赚钱，不是他们故意要这样，而是他们生存的一个能力。他不是先教他们知识，而是先让他们成为一个能够面对环境挑战的人。那加上他们的信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2次大战之后重新复国了，在现在的中东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当他们宣布要建国的时候，世界各地他们认同他是犹太人的，大家回归到那个地方，从一群大家可能彼此都不认识的，只接受神是他们的上帝的，聚集在一起，竟然经过几十年之后，成为一个强大的中东的国家。他能够面对很多阿拉伯国家枪炮的压力之下，仍然生存。你如果常常看到《天下》杂志，他最喜欢报道以色列，他们竟然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之下，没有水的沙漠、旷野，种出了非常甜美的水果，而且还能够在他们吃的有剩还输出到欧洲去。他们有十几个政党，大家吵得要死。比台湾还吵，但是他们同心面对敌人。一旦敌人来了，大家同心面对抵抗。他们教导小孩教育，他不是向你背什么，而是先问你说为什么，让小孩子去找为什么。当你小孩子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他就自己找答案。那当你老师告诉他答案，他说反正你叫我这样，我就答嘛。答了，到底什么？为什么他不知道？那是犹太人直到今天，他们的科技、他们的电脑、他们的 AI、他们所有很多生物科技都是顶尖的，不是因为他们太聪明，而是他们的教育方法。第2个，圣经这样教导我们，要学习认识基督，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是要学耶稣的榜样。第2段经文这样子记载，哥林多前书4章15到16节说，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老师不同的教导，但是记得，因为我是传承主耶稣的教导，所以只有一个父亲他在讲自己。他讲这句话不是一种高调，或是觉得说，我的身份高贵，而是他自己承继的一个使命，是说我忠实的领受耶稣的教导，我要把耶稣的教导、上帝国的信息忠实的传承给你们。所以很多老师教你们，但是父亲只有一个，他是在讲这个观念。那他用这种观念是在讲说，我教导你们主耶稣，不完全是一种知识上的传递，而是一种生命的传承。信仰、教会教育是一种生命的观念，而不是知识上的。所以保罗说，因为我把福音传给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就成了你们的父亲。所以你知道天主教呢，他们很习惯有教父，小心
小心。有教父，那教父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有自己血缘上的父母哈，但是呢，我还有教会里面一个，我称他为教父、教母，因为他是我属灵的老师、属灵的爸爸，来教导他们怎么样成长，教他们怎么样成就。那教会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学习基督、宣扬福音、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基督徒呢，来到教会里面是一种生命的学习。所以有的人有一种观念说，我信耶稣没错啊，但是在教会里面这个五色人种吵杂我觉得不喜欢，我自己在家里面读圣经就好了，把圣经研究的透彻就好了。我说，这样的人，他要认识耶稣，明白上帝的教导是有困难的，因为他只是知识上的认知，他必须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去体验，经过人跟人不同的交往，在服事上可能会遇到挫折，可能遇到一些挑战、一些不足，或是人跟人之间的软弱，因为在这样彼此的冲撞当中，看见耶稣如何为百姓来牺牲，为人民来钉上十字架，会看见为什么保罗他愿意为了主耶稣那一种生命的价值，他愿意受到很多的苦难，遇到很多的风浪，遇到很多人的攻击，甚至被打，因为他觉得他要把耶稣的福音传扬给别人。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教育是为了要让我们学习基督、宣扬福音，然后你的生命，你这个人的生活，你的所言所行，就是在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呢，我们跟随主耶稣是一种全生命的学习。既然如此，牧师要诚恳的来邀请大家。保罗在针对哥林多教会讲他怎么样成为他们的父亲，然后他说要差派提摩太亲自把自己所传承的正确的信仰传到哥林多，而且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劝你们要学我的榜样。”我劝你们要学我的榜样。所以他不是说，我高调，我是你们的父亲，好像什么你们都要听我的，是因为你要学习我。所以呢，我们的老师是用生命的教导，让小朋友来学他。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父母亲、阿公阿嬷也是这样子。你们要学我，是因为我自己承继了这个信仰。我们台湾早期呢，以前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职业学校的训练，对不对？以前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有高中大学，所以早期我们很多年轻人呢，他要出社会，就是去学塞去当学徒。比如说，我的孩子想要去当木雕师傅，就开始去木雕师傅的家。一开始小孩子还不懂，什么都不会，先学扫地，先学给老板娘早上要拿一盆温水让他洗脸。为什么要做这些？先操练他的性格，操练他服务人的心。没多久，才慢慢教他拿刀、拿斧头，怎么样去切那个木材。一直到他的人格成长了，才开始教他学怎么木雕。很多的裁缝师傅也是这样来的，因为这个是全人的学习。其实我们现在把这样的一个制度都遗失掉了哈。你知道呢？德国、瑞士他们的一种教育系统，他们很注重这种师徒制，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是不只是教他技术，而是教他生命，教他一个人格。那我们回到教会的教育，我们要学习说，教会的教育就是一种全人的学习，不是只停留在国小。牧师很期待说，在我跟谢牧师在我们富强教会这几年的服事当中，能够达到一个理想跟目标，就我们能够从神领受到的一个学习，就是首先在前几个月，牧师一直在提及到，我们透过幸福小组是要激励大家成为一个心里面
自我自发性的有传福音的热诚的基督徒。就是说我信耶稣到底为了什么？我信耶稣是为了要带人归主，不是我得到福音了，我有一天要上天堂了，那这样就足够了。是因为我承受了这个福音，我这个时候信耶稣，我小时候信耶稣，我中年信耶稣，甚至我老年信耶稣，这个时候就开始我承受这个使命，要带领人归主的一个教导。那第二个，是我们期待我们在服事的这几年当中，我们教会能够建立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全人教育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是说不只是国小，我们现在很完整，老师20-30个一起在陪伴这些国小的儿童成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上国中了，他们要学什么？我们变成到我们的那个提摩太，但是还有一些应该学习的就断掉了。再来上了大学，他们应该学更深入的圣经的教导啊，还有包括我们成人了，有的是大人了才信耶稣的，你不能回到小孩子那边去学呀，对不对？你应该从别的地方赶快把小时候没学到的完全学了起来，这样才是一个全人都受教导圣经的教导。像生命记所讲的，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学习爱上帝啊。所以呢，我们从主日学到门徒培育，我们期待我们教会能够建立到一个目标跟理想，就是不只是制度性的一个主日学校，然后国小在那边受完整的教育之后，没了，没有后续了。我们期待是从1岁、0岁一直到100岁，大家都同时在学习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教会能够建造一个完整的培育的事工。我们要培育各项服事的人才，要特别是为主福音所用的。那我们在经过这几年的摸索，我们知道教会的环境，比如说一大群人来做礼拜，那这些人听牧师讲道，也许讲的这个部分你了解，这个部分你可有吸收，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属于激励性的，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激励，但是一定要有系统的一步一步来学习。这些学习就必须要落入小组，因为小组才能够有足够的关怀度，有足够的一个分享度。因为在这边牧师讲完，到底你有听到没有？还不切实啊。但是到小组里面就可以把它补足。所以呢，教会教育是扩展到小组化的教会架构。目前是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认为小组的事工就最能够让门徒教育、教会培育实施的部分。那我们在听到全部，特别是亚洲各地教会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就是用双轨的建造。双轨的建造，那其实有的地区，比如说像韩国，他们用双翼，其实都大同小异啦。那双轨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轨就是门徒的培育训练的管道，门徒培育的管道。那主日学当然不用讲啦，但主日学一直延伸到年老呢，我们教会里面经过教育组他们的研究，找到了这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促强教会门徒的必修课，就说不管是国小来主日学，一直到年老，也许你70、80岁来信耶稣，都希望你能够进入到这个神国命定的学程里面。神国命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有一些基本课程就对了，反正你要成为互强教会的基督徒，希望你有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学到。那我们有编的这个学程，不过最近因为我们跟幸福小组有一些研习的事工，那福气教会呢，他们发展出了从我们的幸福小组受洗了这些新的朋友，他把它导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轨道。那我们觉得说这个轨道是在地化的。第二个，它已经有现成的教材，我们在跟长执会、小会在研究怎么样把它融合在我们整个
基础的课程里面。那这基础课程大概有3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就叫全人更新营会，就是说让你认识神，加入了教会，不是一个意志上喜欢不喜欢，或是想参加这个活动，而是你亲自去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你经历到神是活生生的，是改变你生命的，主耶稣的爱，圣灵的教导是直接改变了你的心，而且很多以前旧我被更新了。那这是一个1天半的一个集体完整的时间的学习。之后呢，他会导入我们的这些新朋友，包括我们原来的还没有学习过的都可以参加，叫做门徒学校。它分2个阶段，等于2个学期就对了。不过1个学期没有那么久了哈，1个学期才12周而已，12个礼拜，大概3个月。然后这些基本的认识，什么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圣灵、认识教会，还有认识什么叫罪，认识什么样是服事，然后慢慢基础完成之后，第2年加入门徒大学。门徒大学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只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教育啦，我要学习服事，怎么样成为一个服事的一个基础，都在门徒大学完成。那我们教会的这个教导的学程有第2个阶段，第2个阶段就是说，不是制度化的这些一课一课来哦哈，现在变成说我们有第2个领域，就是丰盛生命的学程。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推动了3项的查经班，因为它是短期的，或是你报名参加的你参加这一课没有参加，下一课可以参加，这个叫做比较自由一点的叫查经课。我们还有主题式的课程，有的教会他们推动很多成人主日学的课程，比如说我们怎样教导小孩，父母亲怎么样教导小孩，这是一个主题。或者说我们会看到有的教会他们会讲基督徒怎么样，他的经济生活怎么样，有见证主，那是一个特别的主题。或是说特别是婚姻的课程，还有包括婚前的一些研习，这些都属于这个部分这个领域哈。尤其我们也会举办专题的讲座，有特会，有堂内的、堂外的。比如说最近我们周报报了一个，在11月17号在冈山教会举办一个圣灵的一个教导的聚会，欢迎大家报名参加。那这些都是一个训练的课程，一个完整。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常接触到的这个各项服事技巧的学习。我们要教导怎么样打那个爵士鼓啦，弹那个 keyboard 啦，还有我们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敬拜赞美啦，很多技巧上圣歌队员的练习，这些都是。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这个轨，你一直都在学习当中，在成长当中。那第2轨是什么呢？第2轨就是对不起，第2轨就是细胞小组，透过细胞小组来牧养，一方面受教导，一方面在细胞小组里面成长。因为在小组当中，我们有关怀，我们小组当中要培育领袖，我们更是在小组当中教导大家一起激励去传福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有11个小组，从原来的小组当中分出来，成立临时性的幸福小组，有辅长，有组员，那他都是在学习传福音，训练带领人归主。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了，但是我们的成人呢，希望能够导入整个门徒教育的系统，
所以从主日学到门徒培育，是我们教会一个理想。希望有一天，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问你说你是富强教会的会友，那你受到什么学习呀？你说我已经学所有的门徒训练我都学到了，我现在开始在学比如说什么技巧、服饰的技巧影音的技巧、敬拜赞美的技巧乐器的技巧，大家都一起在学习当中，一起成长。